皇家馬德里宣布咗中場老將摩迪咧不獲續約，但唔緊要啊，摩迪咧會踢埋啦6月中到7月中嘅世俱杯啊，到時結後啦一樣會同大家睇波。咁而唔續約摩迪嘅原因啦，唔係因為新教練阿朗素喎。阿朗素本應覺得咧摩迪咧絕對仲幫到手，咁而且咧佢哋以隊友身份咧幫皇家馬德里奪得個好成績啦，一定夾㗎。但係估唔到啦，會長嘅佩雷斯啦好義決咧要更新換代。嗱，原本球隊咧已經有好多年青球員啦，咁而家咧皇家馬德里仲及咗一個啦新嘅中場球員喎，估唔到喎，同埋我聽晚啦10點鐘喺抖音睇嘅英冠升班附加賽決賽啦係有關嘅，到時咧新特蘭對住錫菲聯啦，新特蘭咧又有個比寧咸。正就係而家啦，皇家馬德里比寧咸佢細佬啦。今日細佬啦未算大有來頭啊，但係2年前咧由伯明翰去到新特蘭啦，兩季一直都係新特蘭啦不可或缺嘅中場正選啦。咁而家咧除咗皇家馬德里睇中佢之後啦，德甲嘅歐比萊比錫啦、法蘭克福啦，同埋阿哥夏利國嘅多蒙特啦，都及住比寧咸㗎。咁而其中啦，多蒙特誠意最夠，佢講到明啦。嗱，你件衫都唔係印比寧咸，係印啦祖比。點解啦？我哋知啊，你唔想活喺哥哥之後，想做一個啦新嘅比寧咸。我哋答應你一定俾你做主力；二唔使跟翻啦哥哥條路㗎。咁而事實上啦，細佬比寧咸咧踢法係比哥哥防守一啲，所以佢咧入球助攻啦冇咁標青。但係全能同埋防守啦係佢優點。英冠升英超嘅席位得翻個啦，幾貴大家都知道啦。但係突然間要你睇一場咁嘅波啦，除咗貴之外，仲有啲咩啊？就係球星啦。兩隊加埋最閃耀嘅就係祖比比寧咸。聽晚我哋就喺我嘅直播間啦，睇下究竟皇馬多蒙特爭嘅呢個咧究竟有幾勁？今日咁緊要嘅大戰啦，我諗大家唔介意俾個位數去睇波㗎。但係你聽到個訊息之後啦，立即去我號購買啦，有早鳥價，慳得係慳啊嘛！